现那个五蕴的图啊，跟那个五蕴的图可以不见，让众生可以度过这个生死苦海哦，好来又断请问我们一个人的感情很深很深很深的时候，会不会很多人讲？佛菩萨的感情就是很深很深很深，所以他才会每次都道中下马来度众生，然后某一次哇，众生被他感动了，有没有？被感动了出来求道了呢？被感动出来求道了，求得到就超生了死。所以当我们一个人感情很深很深的时候，会怎么来？会先写他去光，哎呀，听不见，不为了别人。你也让人带动唱歌了。很简单，各位浅显一点，然后不要请到那他同学只会出简单的题目，会知道真的啦，相信我不会骗人的。几乎为他要好来，这首歌能听过？有。有这条歌就有感情还有感情的人，就这条歌用2分钟。同学时间有限，所以我们只要唱前面那4句的。来，有没有先写下来独唱？带动唱先清唱。先清唱，同学的时间那么久，对不对？来，听住姐，一起唱好。开始了，第3句开始。世上只有妈，有妈的孩子外逃，我是妈妈的怀，心不下。点那个音是要我刚讲的那条是。我那个妈妈。好嘛。不好没说，旁边那个是狮子是不是笑了一骂目前写这么多人一起唱，只有一个笑脸放唱的，有点不错。那个钢琴都每一个问题好，听完各位浅显很有感情的清唱之后呢，来听一个小女生来独唱世上只有妈妈，有我的孩子向怀抱，抱进妈妈的怀抱，心不下的世上只有妈妈，伟大的孩子像棵草，离开妈妈的怀抱，幸福的日子。好，结束了。
看懂吗？哦。跟解不清哦，这就是佛菩萨的感情。佛菩萨的感情就是很深，所有的行深并不是他已经做了多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而是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在度众生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动得很深很深很深的感情在做的，或者怎么样很深的感情。就算众生因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看众生都是兄弟姐妹，都是亲堂的，对吧？我们都是一家人。那看到像如一家人的众生的那种感情，深到说，就算他下地狱去了他到最苦的地方去了他现在面对人生最困难的时候了，他也愿意这来说义无反顾、挺身而出的去救他、去帮助他。去给他一臂之力，让他面对人生最低潮的时刻。这个叫做佛菩萨的心，佛菩萨的心而且众生就是这样子对佛菩萨的心所感受的。那做什么事情呢？可以从什么角度去帮助我们的兄弟姐妹呢？像我们如一家人的这些兄弟姐妹有缘人首先布施因为这个可以讲很多嘛，或许只是讲几个，各位可以再去影响。布施，我来请问一个小女孩，她拿着她的餐点要去哪里？而且父母也鼓励她这么做因为她在坐在里面看到外面有一个流浪汉，外面很冷啊，流浪汉在那边挨饿受冻嘛好，所以呢，小女孩把她的热腾腾的美味的家肴送到外面去给流浪汉吃。而且这个父母引以为傲，对不对？他有一个像佛菩萨的一个。好，今天不是因为这个小女孩她布施的这个餐，而是她这个小女孩布施的她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心，有没有？一个慈悲心，重点在这边。当这个小女孩有这个慈悲心的时候，不管她给对方什么，对方都会觉得很好。就算她只是去给对方去鼓励，你好每天都是有希望的，祝你今天有一个快乐的一天有事情不为解救对方也会感受到他的爱心慈悲布施所以布施是布施我们的心，我们的慈悲心主动对过去往前行，不往前行布施前，愿意布施前，重点也是要这个布施的人，他有一个想要布施的心嘛，那个钱才是真的。如果他没有那个真心，钱是假的好，接下来精进，因为要帮助我们的兄弟姐妹让他可以知道说六道轮回是很苦的，让他把这个观念转过来要让离苦得乐，这些事情是不容易的所以是要精进不退转不会浅浅93岁这个赵先生，